練習卷卷2，志明要寫一個程式協助機場嘅航空交通控制員記錄低將要降落嘅航班資料。咁降落嘅次序咧係先到先得嘅。每一個航班有個航班編號嘅識別啦，例如 A1 咁啦。咁佢用咗個陣列 F 咧去儲存最多6個航班編號。例如 F1 裝住 C3 啦，F2 裝住 A1 啦，F3 裝住 B2 啦。咁即係將要降落嘅航班係 C3，然後跟住就 A1，跟住再係 B2。第一個問題，咁假設呢個次序不變啦，咁 C3 已經降落咗啦，咁即係呢個 C3 離開咗啦，咁而跟住呢，就要降落嘅係 Z6。咁個陣列 F 有咩變化呢？咁我答案係 C3 就降落咗走咗啦，咁所以就 A1、B2 就向前褪一個位啦，咁而Z6係新加入落嚟嘅，咁所以呢個 array 就裝住3個數字。第二個問題，咁假設航班 A1 又已經降落咗啦，咁而新加入嘅將會係 S19 同埋 T20 啦，咁啊陣列將會變成點呢？咁於是 A1 已經降落咗 ，A1 唔見咗啦，咁所以 B2 同埋Z6就會向前褪嘅，咁而新加入嘅 S19 同埋 T20就會排喺尾嗰度，咁所以呢個係一個 Q 嚟噶啦，一個隊列。以上呢個說法用咗 F 呢個陣列去做一個操作啦，呢個唔係一個好嘅算法，咁點解呢？咁啊答案就係每完成一個操作嘅時候呢，所有嘅項目要向前褪一個位嘅，咁所以非常咁唔方便，嘥時間同埋冇效率。陣列現時有6個元素，如果元素多啲嘅話，有1000或者10000個時候呢，要向前褪呢個位就非常嘥時間啦。問題 B， 咁啊第二個選擇有第二個嘅方法去做，咁用翻同一個嘅陣列 F 啦，6個元素，不過加多2個嘅變數 X 同埋 Y 係整數嘅變數嚟嘅。咁譬如 X 裝住1，Y 裝住3啦，咁面前有3個等候降落嘅，咁所以 X 裝住1，Y 裝住3。咁1同埋3有咩用途？一班機降落之後 X 就會加1噶啦。另外如果新嘅航班要加入等待嘅話呢，就 Y 就會加1嘅。咁所以好明顯 X 呢就係嗰個隊列嘅首位個 head 啦，咁而個 Y 係隊列嘅最尾嘅位置個 tail。咁所以 X 裝住1就係個 head 啦，咁而 Y 裝住3就指住最尾一個就個 tail 啦。咁用嗰啲新方法之後呢，假設而家呢就最初嘅時候 C3、A1 同埋 B2 等待降落啦，咁所以 X 裝住1，而 Y 裝住3嘅，跟住 C3 就已經降落咗啦，咁所以就 remove 咗唔要咗個 C3 啦，咁而新加入嘅係 Z6，咁於是呢個陣列變成點樣呢？咁我答案就係呢，冇咗個 C3 啦，而排喺佢後邊嘅就係 A1 同埋 B2， 咁啊新加入就係 Z6。咁個 X 裝住2，個 X 指住2，咁即係而家個 list head 就係個2嚟噶啦，咁個 tail 呢就係4嚟嘅。咁接住 A1 都降落埋啦，咁所以 A1 都唔見埋啦，咁而新加入就係 S19 同埋 T20，咁所以個陣列同埋 XY 變成點呢？咁所以加咗 S19 同埋 T20喺後面啦，咁個 X 係裝住3嘅，咁呢個係 list head 嚟噶啦，咁而個 tail 呢就係6嚟嘅。咁我想知道究竟有冇航班等緊降落呢？咁應該要檢查邊一個條件呢？係 X 細過 Y 啊 ，X 等於 Y，X 大過 Y 呢？咁答案就係 X 大過 Y 嘅，因為航班降落嘅時候 X 就會加1，一路加落去啦。X 係個 list head 嚟嘅，如果個 head 仲大過個 Y 嘅話，大過 tail 呢，咁即係所有航班已經降落晒啦。咁用呢個說法有個好處係我哋唔需要將呢啲資料全部向前褪啦。咁但係如果喺呢個情況之下呢， T20 已經去到 F6 啦，再加個 E5 落去嘅話呢，會出現咩嘅錯誤呢？咁答案就係日出嘅錯誤 overflow 超出一個範圍啦，因為呢再加嘅時候就 F 就變咗 F7，我哋冇 F7 噶啦。問題 C 下邊有4個任務呢，我要做個金特圖嘅。咁任務0呢就係呢搜集用戶嘅要求，需要呢就5個星期嘅時間。